點解新世紀嘅粵語冇咗自己嘅文化作品啊？要靠翻譯北方嘅垃圾網絡小說嚟證明自己存在？呢個本身就係一種自我閹割、文化上嘅斷子絕孫行為。廣東人唔係冇文化嘅族群，唔係淨係識得做生意、做工廠嘅機器人。廣東人嘅冇文化、冇現代文藝作品可以傳承落去，等粵語變成一種口語語言，而冇辦法成為書面語言。等粵人變成冇思考能力嘅庸人，完全係因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打壓我哋粵語文化嘅結果。北方統治者認為唔可以俾粵人有思想，唔可以俾佢哋記住歷史，因為會影響佢哋嘅官位，甚至權力嘅安全。但係粵語文化唔會因為佢哋嘅打壓而消滅嘅。就算佢哋唔准我哋喺電台、電影、電視劇體制內嘅渠道存在，飛仔哥嘅粵語數講粵人歷史、講粵語古仔節目會一直喺自媒體講落去，喺境內境外嘅華人、粵人世界裏邊講落去。因為粵語係一種最有戰鬥力嘅語言，喺國家民族危急存亡嘅時候，粵語就會體現出佢嘅價值。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支持飛仔哥，將我哋粵人嘅歷史、粵人嘅古仔講落去。多謝大家。下面飛仔哥就開講第一期節目，節目名暫時就叫做粵語華人大講堂，或者叫做粵語歷史大講堂，甚至可以簡單啲叫做粵人大講堂都得。以後會根據內容嘅側重點唔同而做一下微調嘅。我嘅未來幾期或者甚至更加多嘅節目，都會喺作者嘅同意下，引用粵商傳奇古仔嘅片段作為引子，引出我哋粵人華僑嘅歷史、民國嘅歷史、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嘅歷史，目的就係弘揚我哋博大精深嘅粵語文化、粵語商業文化、粵語傳統文化，提振民族自信。當然啦，呢個節目係唔會以戰爭為看點嘅。要聽戰爭內容呢，就去飛仔哥嘅大周步軍古仔或者粵語蘇節目啦。下面我哋就聽下呢段先。